今日好開心、好榮幸，能夠用中心創辦人嘅身份同大家去分享中心成立嘅故事。真正要促成呢件事、發起呢件事、做呢件事嘅，我哋好深體會到係神自己係神自己好想喺呢一個嘅時候，喺我哋彼此嘅中間，喺香港教會甚至華人教會做呢一件事。就喺我個人嘅祈禱裏面，或者服侍嘅經驗嘅裏面，或者我哋整個導師團隊、畢業生同學彼此嘅印證嘅裏面，我哋好深體會到神向緊我哋呢一班人，向緊呢一班我哋受惠於屬靈導引嘅人咧，傳遞一個訊息，就係莊稼熟咗啦，可以收割了。中心整個團隊我哋嘅畢業同學，或者可能未來將會參與喺中心事工裏面嘅 SD 嘅畢業同學，我哋都只係受驗者 ，the one spoken to。所以我想先喺度去講述中心成立嘅緣起嘅時候，我想講係上帝向我哋呢班人說了話。作為嚟緊帶領整個事工嘅發展，我祈求嘅，亦都盼望大家為我禱告，同埋我哋整個團隊去禱告。盼望我哋常常咧腦袋清醒，盼望我哋心神同埋意志常常都知曉咧我哋受造嘅目的，要忠誠地回應上帝嘅説話。
喺上帝嘅角度裏面，唔係經營自己想做嘅嘢，而係空虛自己，與上帝渴望想要完成嘅工作去共鳴，被佢帶住走，而唔係俾世界帶住走。以至期許嘅係咩呢？係當我願意向上帝答話嘅時候，我能夠知道我呢份嘅願意點樣係上帝奇妙計劃嘅一部分。